尹旭輝博士嘅生活同工作都離唔開數字。其實好少會講俾佢聽爸爸做啲咩嘅，因為好難解釋。一人揾一個啦。好啊。數學咧，其實咧就有一個客觀嘅答案啦。咁其實同我嗰個工作咧，其實息息相關嘅，跟尋寶遊戲一樣啦。咁就去揾一個答案喺度啊！尋寶遊戲嘅關鍵就係要懂得解謎，而佢用嚟尋找答案嘅鎖匙就係一串串旁人睇唔明白嘅醫療大數據。尹旭輝嘅爸爸從事建築行業，得閒嘅時候，尹旭輝會去地盤倉庫探班。尹旭輝話：細個嘅時候貪玩，唔中意讀書。考完高考嗰一年嘅暑假，佢跟咗爸爸去科學園地盤做暑期工。呢個經歷令佢開始思考自己未來嘅路向。嗰陣時候就係搬呢啲日曬雨淋，而且我嗰陣時暑期工講緊30幾40度，有時咧即係曬都唔緊要，有時夏天你好似啊橫風橫雨，我就喺橫風橫雨底下咧執呢啲嘢咯。咁所以經歷真係刻骨銘心咯。高考之後，佢修讀副學士。本來諗住跟隨爸爸嘅步伐，從事建築業，選讀測量學。考上大學之後，佢決定報讀另一個學系，尋找屬於自己嘅路。即係佢表情就係有少少失落啦，即係測量就係好關佢事事啊，佢亦都好想我將來可以幫佢啦。以前細個嗰陣時候，即係譬如老師啊，都會話啊，其實你選修啲科目咧，最緊要選修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啦。咁所以嗰陣時候咧，就覺得即係比較起測量咧，我其實係更加中意即係數學。即係呢啲就係我嗰啲獎咯。咁呢個就係美國統計協會咯。咁呢個就係香港嗰個統計協會嗰啲獎咯。高中暑假之後，尹旭輝發奮讀書，大學以1級榮譽成績畢業，之後去咗英國修讀統計學碩士，以卓越成績畢業。有好多時都係睇翻啲股票市場啊，佢係即係個走勢係點樣啊。咁其實碩士畢業之後，佢從事金融分析，每日留意住財經新聞同股票市場。你嘅 performance 就真係等於你幫公司賺到幾多錢咯。每一日翻工就諗住錢啊，即係升定跌啦，諸如此類咯。咁所以嗰陣時候就諗住即係會唔會真係呢個係我終身嘅事業咯？2011年，尹旭輝加入港大醫學院林路娟教授嘅團隊，從事醫療數據分析。2009年，醫管局開始為糖尿病人試行類似嘅風險評估及治理計劃。當時醫療大數據嘅概念仍然未普及，呢類計劃有冇成效，亦都冇人敢肯定。尹旭輝所屬嘅團隊被委託作為第三方去檢視計劃嘅成效。話俾人聽咧，就係提供咗一個醫學上邊嘅證據，就證明呢個計劃係有用啦。就係例如我哋呢個研究咧，其實係會證明咗呢個計劃會下降心血管病同埋死亡風險咧，下降超過50%。咁嗰個病人如果參加咗呢個計劃，咁咪有直接嘅得益。團隊將成果發表到國際學術期刊，被多個世界醫學組織引用。尹旭輝亦喺舊年獲得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港澳區研究經費，令佢可以進行更多相關研究。依架單車其實就喺牛津大學嗰陣時買嘅，咁就係即係陪我一齊即係做運動啦。咁其實我細個都好中意踩單車嘅，因為追求嗰個速度感啦。在役者咧就係好似去咗一個地方咁樣，好開心，好有滿足感。2017年，尹旭輝完成咗第1階段嘅糖尿病風險評估監測研究，亦完成咗佢嘅博士學位。呢個時候，佢獲取錄去英國牛津大學做醫學統計師，專門做醫療大數據研究嘅工作。佢
佢踩單車遊歷唔同嘅城市。細個其實成日都同啲同學講笑，就即係牛頭角津貼學校就有你份，牛津邊有你份啦。而且細個嗰陣時候，即係讀書唔係咁好啦成績，咁所以咧其實細個都冇諗過話要去呢啲咁高尚嘅學府去做嘢啊，或者讀書咁樣嘅。但係就經歷過大學啊、碩士啊，咁漸漸咧就覺得好想去睇下世界係點咯。覺得自己唔知道同世界嘅距離有幾遠咯。見證完哥哥嘅婚禮之後，尹旭輝亦決定同喺香港嘅女朋友結婚。當時佢不時要來往英國同香港，留喺英國1年幾之後，佢決定返嚟香港發展。冇幾耐就遇上新冠疫情爆發。佢話當時有打針後出現貝爾面癱嘅零星個案，好多人對於係咪接種疫苗都係抱住觀望嘅態度。疫情爆發之後，唔同廠商嘅新冠疫苗陸續到港，團隊希望收集有關數據作出分析。不過需要嘅數據分佈唔同部門，資料無法分享，成為研究團隊嘅難題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就想講下呢個用大數據去分析懷疑心肌炎啦，同埋貝爾面癱嘅情況嘅。研究團隊發現，接種復必泰同科興疫苗同貝爾面癱有關聯，不過個案非常稀少。每10萬人接種復必泰疫苗，會增加約2宗貝爾面癱個案，而每10萬人接種科興疫苗之後，會增加4.8宗面癱個案。一般嚟講，超過90成病例喺接受治療後幾個月內痊愈。團隊將研究結果發表到國際醫學期刊《刺血針傳染病同臨床傳染病》。香港政府咧都列咗咧，如果你打咗針之後咧有呢個貝爾面癱嘅反應嘅話咧，咁佢哋都會作出相關嘅賠償。咁所以其實嗰陣時都好開心，同埋即係都覺得好值得，即係好有意義咯。即係因為幫到人。尹旭輝曾經喺科學園嘅地盤做暑期工，佢話當時冇諗過未來嘅自己會從事科研工作。佢負責嘅數據分析工作，唔係只係面對冷冰冰嘅數字，而係同人嘅健康同生命息息相關。除咗尋找醫學謎題嘅答案，佢亦都揾到自己真正鍾意嘅工作。